嗱，如果有破財有冇運咧，嗱擺咗佢冇晒事啦。嗱，五行水晶唔係亂穿就有效噶，一定要配合你嘅命格。如果你想知道邊種五行適合你，嗱上嚟 Peter Sir，我幫你計。嗱，回答 fans 一個問題，佢係 Peter Sir，佢最近咧點講啦？好黑仔啊，女朋友成日嗌交嗌分手，咁啊自己又冇運行，係啦，咁啊就頭啊碰着黑，咁我就問佢嗱。你嘅房間係瞓邊個位置啊？佢就係西南方。咦，西南方今年係啦，呢個咧7赤破軍星係屬金啊，呢個位置嗱，每一年都位置都唔同嘅喎。咦，咁咪應晒呢個問題咯？因為點解咧？呢個係有一個叫做退運星，主宰阻滯是非破財感情破裂。哇，咁嗱，我哋應該點做咧？嗱，應該用水泄金氣，建議就喺西南方咧。嗱，我哋擺呢個黑曜石嘅水心經牌啦，又或者黑曜石嘅呢個球形啦，去做呢個化解啦。因為嗱2026咧火旺，嗱記一記紅色、紫色以免咧火多咁同埋大家要記住啦，黑曜石咧佢嘅吸力就好強好強嘅。咁如果耐唔耐見到佢出現異象或者起白點咧，即係證明佢幫你吸咗唔少嘢喎。咁如果佢係好似個球咁樣，佢係點講嗰個異象係好多好多，即係成個變咗色咧。嗱，咁你就要基本上就馬上咧要換過一個，因為點解？佢幫你解決咗、化解咗啊嘛。所以如果大家 check， 如果自己係今年係西南方咧，嗱，試下用黑曜石去化咗佢啦。